般若經喺大乘經典裏邊係一個好重要，而且係份量好多嘅經典群，就唔係淨係得一本，數量非常之龐大。點解會產生般若經？如果歷史嘅講法，當然有牽涉好多歷史嘅背景同埋考證。但係而家我可以，或者而家我唔採取呢種咁資料性嘅講法。不如呢我哋由淺近一啲嘅地方開始，就係人生究竟有咩嘅障礙？人點解要求道？其實無論《阿含經》又好，般若經又好，所有佛教其他嘅經典都好，都係緊扣住人點解要求道？求道點解求唔到？人生會有乜嘢嘅障礙？障礙種種，所以化解障礙嘅方法亦都種種。喺中國嘅故事裏邊有好多佛經嘅故事，或者係人物嘅故事，敘述到佢點樣去求法。譬如著名嘅慧可斷臂嘅故事，文偃斷足嘅故事，或者天然選佛嘅故事。天然和尚唔知道佢俗家嘅名係乜嘢，咁但係佢喺唐代嘅時候，本來呢係想考科舉，但係喺路上遇到個禪客，遇到一個僧人，或者就稱之為禪客，就問佢去邊處。咁當時天然和尚就話佢想去做官，想去考試，想去應舉。咁呢個禪客就話選官，將來想做官，個選官就不如選佛啦。佢話你出家仲好啦，應舉將來嘅出路就做官啦。佢但係佢而家馬大師出世，就馬祖。佢馬祖道一出世，門下嘅法言好盛。佢話你點解唔去佢處啫？能夠做到佛，成為佛，好過做官得多啦。咁所謂選官不如選佛。咁天然和尚聽之後好高興，突然之間好似有啲醒悟，咁就真係去見馬祖。呢啲故事或者背後有啲乜嘢內心嘅衝突，或者唔係好清楚，但可以想像，可以設想，人喺求仕進，想做官，本來可以講係社會裏邊一個普遍嘅價值觀念。想做官，想得到更好嘅前途，想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大約係中國人一直以嚟夢寐以求嘅路嚟。咁但係點解喺半途一個禪僧、一個禪客對佢講句話，可以立即扭轉佢整個嘅人生，勸佢出家，勸佢去追隨當時著名嘅禪宗嘅大師馬祖道一呢？呢個顯然一方面有歷史文化嘅背景，一方面一定係生命中有好多衝突，或者早已經對於官場已經係唔係咁熱心，甚至無不滿於社會嘅好多嘅虛假嘅現實，又或者依照西方心理學嘅睇法，可能天然和尚細個已經有好多童年不愉快嘅經驗，所以到後來呢，要放棄呢啲世俗嘅價值嘅追求。無論如何，喺呢啲地方裏邊總係睇到人有求道，當時機成熟嘅時候，嗰個心就會出。有好好嘅富貴，對於佢未必係吸引。人喺人生前途嘅抉擇，
可能一旦醒悟嘅時候，就將一啲世俗嘅價值觀念就放下。呢個就係我哋叫佢做求道嘅精神。人總係需要超升佢嘅生命，但係唔一定喺年輕嘅時候就感覺得咁強烈。至於慧可斷臂嘅故事，喺禪宗裏邊更加係驚心動魄，因為達摩辯逼9年，當佢聲名已經係無人不識嘅時候，慧可就請佢為佢安心。咁可以將呢一個故事裏邊加以設想或加以文想，就甚至當時喺一個大雪紛飛嘅時刻，上去見菩提達摩。咁但係達摩一直唔理會佢，一直唔表示。咁直到慧可企咗不知若干嘅時候，雪已經係積到好深，咁佢見達摩都完全冇表示，咁於是就拎把刀出嚟，就唔係要威脅達摩，你快啲要教我，快啲講嘢，唔係殺咗你咁，而係自己將自己嘅右臂斬斷。咁通過呢個血淋淋成隻手跌咗落嚟，咁令到達摩冇法子唔望佢，咁先問究竟你做乜嘢？慧可話：因為我個心不安，請求大師同我安心。嗱，呢種斷臂求法嘅故事，同頭先講天然選佛，喺某個意義下邊都係顯示人有好強烈嘅追求，就呢種係一種就宗教嘅精神，就求道嘅精神。喺嗰個時刻，人覺得一切世俗嘅價值完全可以放下，只有得到解脫，得到解脫嘅指引都未係解脫，只係解脫嘅指引。解脫咗嗰個道路應該點樣行，已經係價值黃金萬兩都不能比較。所以慧可可以斷臂嚟到求法。人生我哋要講嘅就係話，有陣時就需要求道。而家呢個所謂有陣時唔係話偶然，而係話經歷咗好多之後，你先發覺你所追求嘅嘢唔係世間嘅價值，就需要做一個乾坤一擲，生與死嘅抉擇，咁樣先至過到關。但係人有咁嘅決心，頭先講，你估就一定可以得到解脫咩？一定係可以得到開悟咩？甚至乎一定係得到成佛咩？就不一定。有咁嘅決心，呢個只係起點，呢個只係行出第一步。係咪一定會得到開悟？係咪真係會得到解脫？呢個仲要睇第二、睇第三、睇而後。咁究竟點解人有第一步唔能夠有第二、第三步？係咪決心唔夠？堅持唔夠啊？毅力唔夠啊？呢個當然係，但係除呢個之外，仲有其他嘅理由。人求道嘅障礙係好多嘅，求道嘅障礙係好多啊！呢個障礙一方面就係冇時間啦，頭先講唔得閒啦，俗務機身啦，好多嘢仲綁住啦，放唔低啦。人間嘅責任要先完成，即係一般所謂至得限度都養好個家庭，等屋企有錢，或者擠低足夠嘅錢，到佢啲仔女成家立室，讀大學都冇問題，仲要呢養埋個孫嗰代都夠啦，咁啊可以出家咯啩？就因為一切家庭嘅責任都盡晒啦。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條件，就係先安頓家庭，先解決，先完成人間嘅責任。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好多人呢個藉口就一世都做唔到。
一世都做唔到。幾時叫做完咗人間嘅責任？幾時叫完咗啊？因為你以為留低足夠嘅錢俾個仔讀大學咁啊叫做夠？但係個仔或者好多年都考唔到大學咧，咁啊點啊？又或者健康唔好，身體唔好咧，又或者去咗第二個地方唔適應咧，環境唔適應咧，咁就牽連好多。咁你要諗下同佢安排去咗其他嘅地方，去咗俾佢移咗民，其他嘅環境應該點樣生活？仲要安排一個生活嘅環境俾佢，唔單止錢嘅問題，仲有個社會風氣，仲有嗰個學校係咪一間可信賴嘅學校？讀大學讀一間普通嘅大學，同一間名牌嘅大學就不同。咁你嘅擔心憂慮就冇完嘅。而且讀完大學喺而家嚟講簡單啦，普通得很啦，都唔可以保證到你乜嘢嘅。美國裏邊全部都可以講個個都大學生，唔一定可以解決到任何嘢嘅。生活始終係兩回事。再講落去個憂慮就冇完。所以你話要安排好，然後先正可以決心求道呢種咁嘅先後嘅安排，可以講係永遠都係難關嚟。幾時先正真係可以完成人間嘅責任，放低嗰啲俗務？咁所以可能係藉口。好啦，其次，就算我哋已經做完啦，真係已經去上路去聽經去學佛啦，但係你嗰時可能已經年紀大，又或者呢一直呢都冇學習到。咁到年紀大咗學，可能個腦筋已經遲鈍，經典已經睇唔明，又或者時間唔夠咁多經典要幾十年嘅時間咁你已經到50-60歲先正再嚟，或者60-70歲先開始，咁可能已經遲。呢個時間都係一種逼迫，都係一種逼迫。仲有就算你能夠睇得有時間啦，但係讀經呢又未必明，可能讀好多年呢都唔知經典講乜嘢。特別如果你揾唔到適當嘅老師，可能行好多冤枉路，兜好多圈，都唔知道經典係講乜嘢。簡單嚟講，就係人有好多障礙，生活嘅障礙、家庭嘅障礙、時間嘅障礙、機緣嘅障礙，仲有就你自己嘅障礙，包括你嘅理解力，包括你嘅素養，包括你嘅思維能力，包括你嘅頭腦，呢啲都係障礙。咁有啲可能覺得我好好嘅教育程度，好好嘅思維能力，有廣闊嘅知識，但係一樣有障礙。聰明嘅人有聰明嘅障礙，唔一定係嗰個障礙係比愚昧嘅人咧更加輕。聰明嘅人往往唔得虛心，往往咧堅持己見，往往咧好辯好論，一樣係障礙嚟。特別喺西方嘅思維方法、西方嘅教育下邊，掌握好多西方式嘅思考，翻嚟讀佛學或者翻嚟讀東方嘅文化，一樣好多障礙，格格不入。所以人生障礙極多嘅。禪宗有個故事好有趣，就係有個慧藏禪師，亦都係馬祖道一嘅弟子，佢係獵父出身。咁後來得開悟之後，咁有一日向佢嘅弟子擔任西堂嗰個位嘅叫做咁多數用佢嘅職務稱呼佢嘅就西堂。咁就問佢你識唔識得咩叫虛空啊？你了唔了解咩叫虛空啊？你捉唔捉到個虛空啊？捉個虛空咁西堂得，點解唔得嘅？
佢捉俾我睇下，佢於是伸隻手喺空中捉下捉下，咁佢話埋嚟，一捻捻住佢個鼻。喂，做乜捻住我鼻啊？佢仲大力啲捻佢，做咩咁大力啊？教你點樣去捉虛空啊！捉虛空咁捉法嘅咩？你而家咁啊，就捉到個虛空啦。總之人啊，人本身嘅素養少啲，都唔知佢做乜嘢係啦。你聽完之後亦都唔知佢發生咩事啦。咁叫做捉到虛空。已經教你啊，教到好辛苦啦，已經係出埋手啦，已經啊，但你都係未明啊，你都係得唔到，咁只能夠稱之為理解為就人自身嘅障礙。有啲學生時機成熟，好似馬大師教百象咁啊唔同。馬大師教百象咧，捻個鼻百象係已經係就係開始明白啦已經。百象跟馬大師跟馬祖行於野外，咪一群野鴨子飛去。馬大師話見到乜嘢啊？一群野鴨子咁，野鴨子點啊？佢飛咗去咯。馬大師一擰轉邊，佢個弟子喺佢後邊跟住噶嘛，一擰咗嚟，擰轉身，伸手捉住百象嗰個鼻，擰佢個鼻，仲話飛咗去。咁點知百象痛到不得了，突然之間有啲開悟，有啲明白。呢啲地方如果機緣同埋質素都到嗰個恰當嘅時刻，老師嘅教同學生嘅應配合得好，就會好有效果，就會呢得到嗰個信息，同埋了解到個秘密。否則嘅話係白教白做，係冇用嘅。咁呢個問題一方面固然係時機未成熟啊，但更重要就係學嘅學生、學嘅弟子本身嘅障礙未除，本身嘅執着未去，佢嘅能力、佢嘅思維嘅能力未成熟，係冇辦法嘅。人係有佢自己好多嘅關，你就算教佢，佢得唔到，就因為佢嘅關未過。人就係有呢啲障礙。法華經講得好清楚，實際上一切佛法冇咁多條路，只係一條路行，就係叫一佛乘。將來我哋講法華經會更加強調去說明呢個概念。但係人呢，就往往呢喺行嘅過程中，時時行錯咗路，成日會錯認，行下就會行咗去第二條路，行下就會行咗小路貪快，行下就行咗去三叉路，結果迷失，行下就會兜圈，結果腳踏原地，係原地踏步。呢個顯示人本身有種種嘅障礙，路係應該直行，但就行唔到啊嘛，行唔到。咁點解會行唔到？般若經嘅講題裏邊咧，我哋就可以由呢度引申入去講般若。般若經嘅產生啊，我哋話係大乘佛教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嚟嘅。大乘佛教嘅產生，我哋喺第二講嘅時候講過，講淨土嘅時候講過。最重要嘅就係話一個宗教、一種理論、一啲信息係用語言表達，通過聲音而得到，所謂聲聞乘。通過聲音與通過文字，原則上講都係有個媒介。通過咗之後，呢個媒介物本身成為有效，
我哋會信賴呢啲聲音，信賴呢啲語言，信賴甚至無信賴呢啲文字。雖然原始經典嘅時候仲未曾有文字記錄，全部都係口傳。所以經典講如是我聞，我哋講過就顯示佛教嘅一種印度文化嘅性格，就係印度嘅文化、印度嘅宗教、神聖嘅語言，全部都唔用文字寫落，全部都係直接由老師度口傳。就因為最原始係來自於照婆羅門教講係來自於梵天，來自於天神，來自於天啊，來自於我哋嘅主，就同基督教一樣最先亦都係出於上帝耶和華嘅一種天啟透露，係佢透露俾我哋嘅。咁對神嘅語言，對宗教嘅語言嘅崇拜啊，呢個本來就係宗教文化裏邊嘅一種現象嚟。所以印度嘅重要嘅經典呢，一般呢都唔會有文字記錄。我哋講過，所以佛經最先亦有講如是我聞。每所有經典嘅第一句都用呢個字眼，就顯示全部都係通過親耳聽翻嚟，代代相傳，就已經冇辦法直接聽到佛陀嘅聲音。所以就係時世無佛。就當佛陀入滅之後，我哋所生存嘅時代就沒有佛陀的時代。冇佛陀嘅時代，亦即係冇咗上路嘅聲音，冇咗呢啲真理嘅聲音，冇咗方向嘅聲音。人究竟點樣先正能夠得到呢啲聲音？當然可以去僧院嗰度，去寺院嗰度，去僧院嗰度嚟到學習，去寺院嗰度跟僧人學習。所以僧人稱為持法者，就係呢個法必須保持落去，唔好令佢散失。呢個就係僧人嘅責任。咁僧人變成新嘅教師，新嘅媒介。咁呢個都可以得到信徒嘅尊敬。但係隨住時代嘅改變，或者話社會情況種種嘅改變，就有咗新嘅變化。呢啲改變一方面就係政治經濟唔同咗，政治經濟嘅條件唔同咗。呢種唔同令到僧院本身嗰個物質嘅支持加強咗。僧人喺僧院入邊生活，變咗同嗰個社會嘅距離遠咗，就唔一定係能夠呢同信徒裏邊維持一種好密切嘅關係，彼此之間有咗距離。而更重要嘅，僧院本身佢要傳承佛法，要不斷地去背誦念熟呢啲佛陀傳落嚟嘅經典咁多，要讀到熟，要有花好多時間去學習。其次呢，要討論啦，因為嗰個意思係點呢？唔明白，要討論。仲有由於經典太多，語言有時唔一致，理論唔一致，就有好多嘅衝突同矛盾。咁後世嘅僧人喺幾百年裏邊有做整理嘅工作，呢啲就係叫做僧院佛教，或者叫做經院佛教。呢啲經院佛教喺西方嘅中世紀時代一樣係咁，一樣你要整理呢啲遺傳落嚟嘅教法。咁西方都仲有文獻，仲有文字，佛經咧完全靠口傳，所以中間嗰個距離，中間嗰個不一致嘅情形更加大。咁就要點呢？就要整理，將好多唔同嘅講法，將佢咧統一，或者將佢咧安排。呢種統一要安排係學術嘅工作嚟嘅，係知識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呢，僧院中人呢就需要處理呢啲問題。咁由處理整理佛陀嘅遺教到重新嘅編集改編，或者話重新嘅編排。一方面令佢條理化，一面令佢可讀，亦即係對佢進行詮釋，咁就會造成一種佛教嘅嗰個經院哲學。因為喺整理過程之中，少不免有不同嘅意見，呢個不同嘅意見又會爭論，所以佛教內部分裂，
由佛滅後150年開始分裂，一直分裂到第400年、第500年，就係一個不斷分裂嘅過程。結果出現咗內部出現咗20個學派。咁呢個可以講就係理論嘅紛爭。理論嘅紛爭亦都造成佢唔夠統一，亦都造成咗同群眾嘅距離。所以好有需要進行一個統一嘅工作，或者亦都好有需要重新將佛教嗰個原始嘅宗教精神恢復。就係宗教精神唔係淨係俾一小撮學者做研究做整理嘅，宗教係俾所有嘅人生命上升、生命上進。你冇咗群眾嘅支持，呢個宗教到最後一定係越走越細。所以大乘佛教出嚟就係起自於群眾，好需要恢復翻佛陀原始嘅精神，就係對眾生嘅救度，而唔係經典嘅整理。經典整理係神學院嘅工作，係佛教學院嘅工作，係研究院嘅工作嚟。但係站喺眾生嘅立場，佢哋需要嘅係生命需要超升，需要得道，需要求道，需要求，需要得，需要知，需要入。因此大乘佛教起就應眾生嘅要求。再歷史啲具體啲嘅講法，就因為佛入滅之後係沒有佛陀的時代，就會引起眾生對佛陀嘅思念啦、追慕啦、崇拜啦。喺思念之中，佛陀嘅德行智慧越嚟唔單止係越俾我哋尊重，越俾我哋去崇敬，更重要係會越嚟越超升。喺思念之中，佛陀越嚟越偉大，亦即係漸漸變成一個更加至高無上嘅偉大嘅宗教嘅人格。所以佛陀嘅智慧與慈悲更加圓滿地開展，佢一切問題都可以回答，佢一切障礙都可以去除，佢可以說一切法，佢可以救一切眾生。佛陀嘅力量係好廣大嘅，而且佛陀嘅智慧係好高深而又無窮盡。更重要係佛陀對我哋嘅照顧唔會放棄我哋嘅，所以佛陀唔單止係智慧，仲係慈悲嘅。嗱，呢啲就係大乘佛教運動出現嘅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就係設想佛陀嘅智慧與慈悲唔會放棄我哋。咁啊，更具體嘅就係由於佛滅後，我哋上一次講淨土講過，就係佛陀佢吩咐弟子要禮拜至少4個聖跡：佛嘅出生地、佛嘅成道地、佛嘅初轉法輪地、佛嘅涅槃地。喺呢個循禮之中，得到嗰種鼓勵，喺循禮之中得到嘅嗰種嘅繼續得到佛陀俾佢嘅關懷，至少係一種鼓勵，至少係一種鼓舞。所以呢，喺呢4個地方呢，陸續呢就有佛塔。咁後來經阿育王嘅進一步嘅推動，印度有84000佛塔。具體數目有咁多唔重要，最重要係由於咁嘅緣故，於是佛教裏邊出現咗一啲就係專係管理呢啲佛塔嘅團體。於是就產生咗有所謂居士佛教或者有所謂僧院佛教兩個嘅區分。咁大乘佛教照日本學者一個好著名嘅日本學者嘅平川章呢，喺呢方面做咗大量嘅研究。佢嘅論斷，佢嘅發言呢，就係原來大乘佛教係從呢啲佛塔嘅信仰裏邊出嚟嘅。就由於有佛塔信仰存在咗幾百年，存在咗幾百年，咁結果呢，呢啲運營佛塔嘅呢啲咁嘅管理團體呢，漸漸就成為一個中心。喺嗰度呢，好多人喺嗰度禮拜佛塔，得到咗鼓勵，成為新嘅佛教精神嘅支持者。咁同增長佛教呢係有不同嘅。呢啲問題應該點樣去處理或者解決？而家唔需要喺呢度加以深入。主要就係話我哋要講嘅嘢就係話佛陀入滅之後，大乘佛教喺500年後興起。
主要嘅係因為乜嘢？係因為我哋需要佛陀，需要佛陀。只有佛陀先能夠提供到呢種生命上升嘅嗰種嘅信息，生命超升嘅信息啊嘛。咁去邊度去求得㗎？咁一定喺呢啲宗教活動裏邊就得翻嚟。咁而喺呢幾百年裏邊，佛經係遵從印度嘅傳統，係冇用文字寫低嘅。你好難得到，係好難得到。喺古代通訊工具咁困難，靠口傳係非常之難。咁增遠佛教本身又有佢哋自己嘅使命，變咗作為一個宗教精神嘅根基或者話社會基礎，係一定需要另外去找尋。所以大乘佛教要入翻社會，要喺社會裏邊建立佛教嘅信仰，咁一定要將佛陀嘅慈悲將佢開大，一定要將佛教嘅精神將佢入人間。所以新嘅實踐嘅形象出嚟就叫菩薩。所以大乘佛教嘅嗰個主幹嘅人物已經唔係僧人，或者已經唔係寺院裏邊嘅僧侶，而係新嘅形象叫做菩薩。菩薩先正係大乘佛教嘅旗手，大乘佛教嘅推動者，大乘佛教精神嘅實踐者。呢個係新嘅宗教嘅英雄嘅形象，或者新嘅宗教人物嘅形象，係理想嘅宗教人格，叫做菩薩。菩薩嘅 title 本來最先來自於就佛嘅前生，未成佛之前，佛陀經過咗無數世嘅努力先成佛。呢個係大乘佛教嘅睇法。點解要咁睇？就因為佛陀咁偉大嘅智慧與慈悲，一生人點能夠完成？所以佢一定係經過好多世嘅努力。所以世世嘅努力，首先就形成佛傳文學，即係對佛陀嘅睇法，形成一個好多好多嘅故事。咁呢個故事就係佛傳文學。佛傳一定唔係淨係佢一生淨係遊下四門，見到生老病死咁，然後呢就6年苦行然後得道，然後說法，唔係咁簡單。唔係由佢做太子遊四門開始嘅，佢嘅實踐係由佢前生開始嘅，前生有前生咁而家南傳佛教基本係累積咗成500個故事，就係佛陀嘅前生。所以每年佛誕斯里蘭卡嗰啲原始佛教基本上仲係保留住原始佛教嘅教義嘅地方，或者就叫做上座部呢啲地方，即係傳統佛教、保守佛教、元老派嘅佛教嘅地方，就係錫蘭、緬甸泰國呢啲地方，呢啲叫做 Theravada 就係上座部。就唔係，我哋就冇叫大乘經典叫佢哋小乘，但因為佢哋自己本身一直認為係正統，所以鐵喇哇提嘅正統佛教、上座佛教、元老級嘅佛教。咁呢啲佛教而家我哋話呢啲傳統佛教嘅地域以斯里蘭卡為例，每年佛誕佢就出巡，好似我哋舉行會景出巡呢樣，咁有晒各種嘅成500個故事，佛陀嘅本身故事呢就會扮演。咁好盛大，咁係講乜嘢咧？係顯示佛陀嘅成佛唔簡單嘅，經過500世嘅努力啊！咁呢500世有一個 title 去將呢段 period， 呢段咁長嘅時間、咁長嘅階段，呢段 period 就係成佛前嘅嗰個實踐嘅整個嘅過程，就菩薩階段，就叫佢做菩薩，就叫佢做菩薩。菩薩就譯音菩提薩多嘅譯音，係Bodhisattva嘅譯音嚟。關於呢個菩薩呢個字有好多討論，無論係西方嘅學術界嘅人同日本學術界，懂梵文嘅、懂大乘經典、懂佛教哲學嘅都有好多嘅討論。咁中國嘅譯法就叫各有情，菩薩叫做各有情。菩提薩多係譯音，各有情係譯義。各有情究竟係個各字係有情係咩？有情係有情呢就係解就係 B 型嘅字啫嘛。B 型譯做有情。其實就係解存在者，梵文本來嘅意義就同存在者一樣，但存在者唔係物，而係一個人物，而係一個人，所以呢個 being 就係 human being。但係喺佛教裏邊就唔係淨係承認 human， 係 sentient being 咁嘅有情，因為包括埋動物噶嘛，包括埋畜生噶嘛，一切有生命嘅，除咗植物唔可以叫之外，
全部都叫做眾生，所以亦叫做眾生，就叫有情。呢個情字中文嘅呢個要做好多嘅研究，亦做個情字點解要情？情係一般以為解情感啊，咁呢個可以進一步再研究啊，因為個情字本來就係解實情，解個實字，所以即係 being 嘅字。有情者就係個情解實咁解啫嘛。嗱，當然情者可以解情感啊，當然亦可以解生命，個情字解生命亦都可以得。所以 sentient beings 係就生命。所以譯做眾生亦都冇問題。呢啲翻譯上嘅問題討論起上嚟都需要好多資料同時間，需要好多文獻嚟支持。咁而家我哋都唔係要咁學術性。而家即係話菩薩叫做有情，前面加個覺字，就顯示呢種生命呢種有情，即係呢啲 sentient beings 咧，佢哋係有佢哋嘅本質嘅。佢嘅本質就叫覺。即係以覺為本質啊！咁呢個解釋呢，就即是後世所講嘅菩如來藏嗰個意思啊！即係生命呢，佢哋嘅本質唔係只係個生命，唔係好似弗洛伊德所講嘅只係一個本能之存在，而係反為咗一個覺性嘅存在。咁呢個就深刻好多。又或者呢，再淺啲解唔解咁深？因為咁嘅解法呢，就變咗係對 sentient beings 一個全有論嘅解釋。呢種全有論，而且係用佛教嘅人性論嚟到解嘅，咁呢個比較深啊。淺啲嘅解釋個覺字解目的，就係追求覺悟的有情啊，咁亦解得通。如果咁解就解做求道者，所以菩提薩多菩薩就係求道的人，求道的生命啊，就係追求解脫嘅人，追求解脫嘅生命。咁所以佛陀嘅前生就係追求解脫。一直到佢成佛為止，都係喺呢個過程之中。佢嗰種勇猛、嗰種決心、永不放棄而且有好高嘅道德嘅要求。咁呢個要求就係道德實踐嘅德目項目，就稱為六道。所以般若經講六道就係布施、持戒、精進、禪定、忍辱、智慧。呢個為之六道，乃至再開闊啲叫做十道。叫做六道，本來就係過去傳統嘅解法，道者就係到彼岸去，道者就係六種去彼岸嘅方法。六道道就係去嘅意思啊嘛，across 啊嘛，去到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the other side 嘛，就係涅槃地嘛，去到彼岸。六種去彼岸嘅方法咯。不過我嘅解法就唔係咁解啊，因為咁解法呢都仲係解得唔夠恰當。因為六道呢係道德嘅要求，係實踐嘅要求，就唔係方法，所以解錯方法解錯嘅。但我哋傳統2000年幾乎都係咁解嘅，根本好多字，即係傳統嘅佛教，由於一開始嘅時候嘅翻譯嘅影響，好多字眼係唔恰當，咁啊即非成事。呢個要喺學術嘅立場裏邊，通過對原典嘅學習通過梵文歷史學以及哲學嘅了解、宗教學嘅了解。先正可以重新翻譯過，所以佛經嘅現代化嘅工作好重要。佛經現代化絕對唔係將啲文字呢譯做語體文、文言文譯做語體文咁嘅現代化，咁係簡陋，唔係真正嘅呢，就係要通過好幾個專業嘅訓練呢，先正能夠做到呢個工作。所以呢個道字過去嘅解法就係 the six ways to nirvana 咁有咁解法，咁即係六條路咁我話已經解錯，因為咁係方法論嘅翻譯。但實際上六道唔係菩薩嘅實踐嘅方法，而係菩薩實踐嘅要求。譬如講第一個要求布施啊嘛，你要布施啊嘛。布施點樣啊？布施者就係眾生向你求乜你都要啊嘛。割肉餵鷹啊嘛，捨身自苦啊嘛。隻老虎餓到冇嘢食，餓得好緊要，幾乎要死。咁啊，太子前生又係做太子嘅。咁結果呢將自己布施俾佢啊嘛，隻老虎餓到冇力啊，佢專登呢仲要劃傷自己，等佢聞到啲血味刺激佢嘅食慾，咁樣嚟到俾佢食啊嘛。咁何況係妻兒子女呢？何況係皇位呢？何況係金錢呢？何況係其他身外物呢？一切無不可布施，你命都可以俾埋佢。
呢種布施就稱為布施波羅蜜多，就叫做布施到彼岸，舊時嘅譯法，即係通過布施可以去到 other side 啦。我話呢個譯錯，就係因為佢就係譯方法論嘅佢嘅翻譯，唔係通過布施去 other side 唔啱，係因為你能夠完成一種最徹底嘅布施，呢個去彼岸意思嘅解做徹底，絕對嘅 absolute 嘅布施，徹底嘅布施，咁你先去得到。所以係講嗰個布施嘅要求、布施嘅性質同埋布施嘅標準，而唔係講布施嘅方法。嗱，呢即係舉其一端咧，我哋都知道即係呢個附帶講我哋今日重新要將佛教一啲嘅好重要嘅語言咧，重新將佢處理係好緊要。今日可以講稍為比較慨嘆嘅就係佛教徒好多，經濟條件亦唔錯，但係有心真正去學佛學嘅就好少。嗱，我哋講頭先個問題就係話菩薩係咩？菩薩係新嘅理想人物。呢個理想人物咧以前就點咧？以前最先佛陀喺度，我哋聽佢講，佛陀話我哋要修行，我哋修行。佛陀話我哋修行目的想解脫，於是我哋追求解脫，解咗脫就叫咩？就叫阿羅漢。咁就 that's all 就係咁。於是我哋就要做一個解脫的人，做一個能夠去到 Nirvana 嘅人，涅槃境界嘅人。我哋能夠成為阿羅漢，阿羅漢就叫做無學，就叫做不受後有，就叫做無生，就叫做應供，即係已經完成晒佢嘅實踐啦，叫阿羅漢。阿羅漢就咁解啊嘛，已經完成佢嘅實踐。就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四句說話。阿含經典裏邊經常講呢四句話，就我生已盡，就我嘅輪迴到呢度完啦，咁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就我嘅實踐，我嘅 meditation 嘅實踐，或者我所有應該做嘅道德嘅實踐，譬如講八正道，全部都做得好好啦，咁嘅梵行已立，特別係指 meditation 已經做到好深入啦，四禪八定啦，去到過晒添啦，去到呢個無心定啦，更加高嘅定啦，受想別盡定，再上去成佛啦，就咁係嘛。所作已辦啦，我應該做嘅全部做晒，叫所作已辦，冇嘢需要做，做完啦。又係下邊講就不受後有，所以我唔會再有 rebirth， 唔會再有 rebirth， 唔會再投胎嘅，唔會再嚟呢個世界，唔會再入呢個世界嘅，唔會再嚟呢個輪迴嘅世界裏邊再接受一次輪迴，唔會噶啦。咁呢個就係原始佛教阿含經就一直講緊呢個信息。咁呢信息好簡單嘅，就係因為喺印度嘅當時嘅嗰個嘅宗教與文化嘅背景都係話，我哋係生喺個輪迴世界，不斷輪迴，個嘅痛苦未完，冇得完嘅咁搞法，所以一定要出輪迴，要脫出輪迴先係解脫。所以阿羅漢就係一個已經解脫咗嘅生命，所以已經係一個理想境界，咁就完噶啦 ，that's all 噶啦。咁但係大乘佛教再出嚟就係覺得咁樣做法，阿羅漢就去到阿羅漢就叫理想，阿羅漢係咩？阿羅漢就做晒所有嘢，做晒所有嘢咩意思？即係冇嘢做。原來阿羅漢就冇嘢做。咁諗下唔妥喎，喺去到阿羅漢就冇嘢做，咁我哋去到嗰度個個失業噶咯喎，唔使做嘢噶咯喎，咁點啊？冇嘢做，點解冇嘢做啊？你冇嘢做啫，你嘅嘢為自己嘅嘢唔使啫，但個世界仲需要你噶嘛？世界需要你噶嘛？你就搞掂啫，咁個世界未掂啊嘛？咁點冇嘢做啊？所以應該點啊？就應該去救世，應該去入世，幫助眾生。一就以佛陀為師，學佛陀咁說法，俾翻個修行解脫嘅路俾人。俾條路人行，學佛陀咁咯。第二就係學佛陀嘅前生咯。佛陀嘅前生，佛陀未成佛之前嗰種嘅實踐精神咯。嗰種實踐精神都唔係淨係為自己嘅，全部都係第一係徹底嘅。佢實行任何嘅德目嘅時候，任何嘅對佢嘅要求嘅時候，佢好徹底嘅。第二佢係為人，因為只有明白呢個道理，為人即係為自己。為自己即是為人，
別人同我人與我之間嘅二分嘅界線係唔存在。如果再一有呢個二分嘅界線，就根本就喪失咗佛教嗰個高貴嘅道德精神，同埋喪失咗佛教嘅智慧嘅眼光。如果你得到佛教嘅智慧嘅眼光，就冇呢種二分，就我同別人嘅二分。所以菩薩嘅精神就要去除呢個二分，就要呢救世，就要以他為志，以他人當係你自己一樣。所以布施仲點會留翻啲嘢俾自己啫？一係唔做，如果佢要嘅，就一定係傾自己所有嚟到布施，連自己嘅性命都可以布施嘅。所以忍辱亦都係忍辱，一係唔忍，忍就徹底忍，唔可以忍到咁上下就嗱，唔好再講啦，我唔忍噶啦，就唔可以咁講呢啲話噶嘛。咁菩薩點可以話到咁上下就唔忍嘅啫？一係忍，咁咪忍到底人哋將你鋸開一嚿嚿，你都係唔要唔出聲，口中一定都冇一句怨言唔可以叫痛，甚至乎唔可以埋怨，唔可以有一念報復之心，咁先係徹底嘅忍辱啊嘛。咁好難做，咁梗係啦。你想做菩薩，做菩薩就要咁。所以6種要求，每一種要求就要你徹底實踐，呢個先係菩薩精神。呢個菩薩精神變為新嘅宗教嘅理想嘅人格。所以大乘佛教真正承擔大乘佛教嗰個運動，喺度推動緊大乘佛教嘅就係菩薩。所以我哋個個就要向菩薩學習。所以《般若經》就出呢個出呢個人物，出呢種人物，出呢種形象，就叫菩薩，係咁解。至於菩薩個字係解存在者，或者係 sentient beings，或者 human beings，或者係 hero，有人將佢解做 hero 都得啦。呢個係宗教實證嘅 hero 啫嘛，佢唔係征服人嘅 hero 啫嘛。因為佛教嘅觀念好清楚啦，英雄嘅意義唔係征服人，唔係惡過人叫英雄啦，好打咁叫英雄啦。真正嘅英雄就係有自制力，有智慧，戰勝自己啊嘛。嗰個對象係自己，所以我哋成日講佛教個大雄寶殿就咁解噶嘛。好多人都唔識解啊嘛，漸漸先明白點解佛教嗰個大殿叫大雄寶殿啊嘛，就係嗰個殿堂就 for the great hero 啊嘛，就係 great hero 坐喺嗰度啊嘛，大英雄坐喺嗰度啊嘛。我哋拜佛即係拜個大英雄啊嘛，但係同西方唔同，呢個係西方嘅英雄同東方嘅英雄係唔同意思嘅。西方嘅英雄就係征服別人，菩薩就係英雄，菩薩就係理想嘅實踐者，就係大乘運動嘅承擔者，承擔嘅人物嚟，有就負着呢種大乘佛教嘅使命嘅人物嚟噶嘛。咁呢種形象最先嘅來源就來自於佛傳文學，就係佛嘅前生嘅故事嘅主角。咁而家呢我哋向佢學習，亦即係一種自覺，自覺到我哋自己同當年嘅佛陀一樣，行緊喺一個追求成佛嘅過程。所以我哋自己亦即是菩薩。咁呢個叫做菩薩嘅自覺。我哋學緊佛陀嘅當年啊嘛，所以佛陀當年未成佛前叫菩薩，咁而家我哋將來我哋都一樣會成佛，所以我哋自己就係菩薩。通過呢一念菩薩嘅自覺所以大乘佛教嘅承擔者就一批批湧現出嚟，就一批批湧現出嚟。呢啲人就係實踐呢6種要求，就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智慧、精進，就係實踐呢6種要求。而且將佛陀嘅信息，將大乘佛教嘅信息，大乘佛教嘅信息介紹俾四方啊嘛，推向四方啊嘛，就係要咁咯，推向四方。